嘉义市最近每一年拢会举办有事青年节的活动，让少年朋友会当找议题，展现家己的想法。今年是第3届，搁再邀请中南部社会行动团体做伙成立平台，整合资源，到牵线这寡有想法的少年朋友，帮助因用行动来解决问题。来自中南部35个社会行动团队，甲全国17间学校、嘉义33个青年团队，做伙伫嘉义市举办行动团队成果博览会，希望展现少年人对社会参与的行动成果。那我们就是有进行规划，说我们未来要投入什么样的社区，那找到什么样的问题，提供长辈什么样的协助。我们有发现，在地嘉义人有非常多人其实有在从事创作，可是大家不太知道，所以我们就是想要把他们的作品从幕后制作，然后搬到可以让更多民众知道。嘉义市这届有事青年节，唔但邀请前2届团队分享目前当咧做的代志，鼓吹社会行动团队成立平台，协助少年团队议题执行。有学校就讲，这是学生学习社会参与的好机会。我觉得他们的表现都非常好，那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、不一样的内容，能够展现我们青年人对整个社会的一个关注，还有未来的想象。你要在社会做解决问题啊，发挥影响力，这个对多数的家长或是学生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理解。那反而到第3届，我们看到学校的响应也越来越多，像今天几乎各个高中职的校长，还有我们中正、嘉大的代表其实都有来。今年的议题有文化、宗教、族群、教育等方向。市政府表示，议题跨度甲深度拢有增加，阁有专业团队的辅导，希望透过这个机会，培养少年人更加关心社会，阁用实际行动来解决问题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